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5年9月18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3篇，出来及记23章第1节到第9节，罗马书第3章第1节到第8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思考分享的主题是公义。某一个政党的创办人贪污下级，伫这个事实伫台湾引起真济的讨论嘛同时引发着这个教会界对伫组织内底担任公职身份，是毋是有照着公义正理来办代志？这种自我检讨的这个声。是啦，咱咧讲上帝是公义的，伊必定照着公义来审判世间人，所以咱就得应该爱搁较反省咱家己，咱的处事为人是毋是有照着上帝的公义做标准？常常拄着会友也是朋友的家庭有一寡遗产的纠纷，迄个时阵，除了咱会照着民法的规定去判断思考以外，牧师会去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人决定分配的原则？什么人摕上济？什么人主管着遗产的使用权？这一寡问题厘清了后，来讲清楚了后，这个代志，咱就会知影，足清楚知影，什么人有问题。什么人无照着公义来行事，这是得一清二楚啦出来及的以色列人过去伫埃及的生活，就是无有上帝的公义，因迄个时阵毋捌上帝。伫出来及记20章，摩西公告着上帝十诫了后，开始着教导要求以色列人着爱行公义、好人民，着爱搁甲上帝同行出来及记23章第1节到第9节圣经安尼讲：毋通散布谣言，毋通甲歹人斗空做伪证，毋通对多数人做歹伫诉上。毋通偏倚大名，做证歪巧正直，伫诉上毋通偏袒善车人。若拄着你会对着的牛，还是驴迷路，一定着牵倒来交伊。若看到怨恨你的人的驴甲底相同倒落去，毋通行开。着甲伊做伙将你在的物件放落来。善车人的案件，你毋通歪巧正义，毋通诬告人，毋通害死无做甲正直的人，因为我一定袂甲歹人看做正直。毋通收报乐，因为报乐会互目金的人变成做痴迷，搁会歪巧正直的人会正事，毋通压制架骹的人，因为恁捌架骹伫埃及，了解出外人的感受。毋通贪人的便宜啦毋通欺压人啦，搁较毋通偏袒。这是一个公义的上基本的原则啦保罗伫写互罗马教会的批信的中间，讲到迄个割礼袂当称作犹太人的优点，除非因真正行事公义有上帝的形象啦罗马书第3章第1节到第8节安尼讲。安尼讲，做犹太人有啥物优点？割礼有啥物利益？伫各方面拢有真济的好处。第一，上帝有将伊的话交托因中间若有人无信息，因的无信息减会互上帝的信息变成做无效，绝对袂啦
是毋是所有诶人拢白贼？上帝也一定是真实。照圣经所记载，你责备诶时显出公义，你受控告诶时会胜诉。不过，咱会不义会若会当显明上帝诶义，咱会当讲什么呢？咱照人诶想法讲，上帝对咱受气是不义，是无？绝对毋是啦吼！若是上帝哪会当审判世间呢？我诶夫家哪会当互上帝诶真实较显明，互伊搁较有阳光？我哪要互伊宣判做罪人呢？安尼若毋讲，咱来做歹，互好事实现。确实有人安尼讲来甲我中伤。因应该受定罪啦吼。诗篇113篇，哈利路亚，称赞上主，上主的仆人啊，恁着称赞，称赞上主的名，愿上主的名受称赞，对现在到永远，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上主的名应该受称赞。上主统辖万国。伊的阳光比天较悬，啥人会当甲上主咱的上帝比？伊坐伫至悬的所在，压落来看天甲地。伊对真爱高声散赤人，对本色对提拔欠缺的人，伊互因陪伴贵族，甲本国的贵族做伙坐。伊互未生育的妇人有家庭，做真济儿女的老母来欢喜。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恳求主爱主帮助阮学习上帝的公义，伫行事为人中间会通见证，阮是上帝所呼召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